新北市府举办一个展览，是有关海洋、海底甲石龟的保育展览。内底了解台湾这动物，若是掉伫咧海沙坡啊，民众会当安怎处理？嘛希望互大家会当了解保育海洋生态的重要性。 救援人员伫水底内为海底啊详细检查，一点仔都无凊彩。6月16日是世界海龟日，伫京敦海龟回家之路的保育地点，长期伫翕海洋、海底啊救援工作的纪录片导演，特别分享因的救援经验。不管是在这个展览也好，或者是我在拍摄纪录片也好，也是希望让我们的民众跟我们大众知道说，这些生物的救援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经过这个活动，可以让民众更了解这个救伤站成立的必要性。这场特展介绍台湾海洋、海底啊海龟也甲低调的扩大安全救援，让民众了解这些生物救援工作的艰难。这一次的特展，其实我们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这些生活在海上的动物们是怎么样千辛万难的才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如果他们受伤了， 那这个回家的路是不是更艰辛？特展呢将会就是展览到9月30号。那暑假期间，我们也欢迎学校的各中小学的师生能够欢迎他们来这边来做一些教育训练。 展场内除了静态知识说明，佮规划模拟救援区，则有探讨海洋、海底啊海龟面临的生存困境，互大家重视咱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